大甲妈祖绕境，8号晚上10点，算9号，农历的话算9号凌晨，此时开始了，要进行仪式出发，然后11号，4月11号就到那个嘉义新港奉天宫，12号早上举行祝寿大典，然后再北上，到云林的西螺湖心宫，然后再北上。你看，14号，今天礼拜4已经到彰化西州了，然后要到，大概要礼拜天的话就到那个台中大甲镇南宫了，9天8夜呢，你看多辛苦啊！晚上也会在宫庙那个住驾，通常都白天的时候活动了。